對呢條信條嘅肯定。所以今日我應該懷住虔敬、歡欣嘅心慶祝聖母無原罪之禮。今日我哋十分高興，呢聖神校監與靠神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，他在天上，在基督內，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。所以今日都係一個提醒我哋原罪對我哋人嘅危害。同時咧，今日頭先咧我提過啦，都係準備聖誕節啦。其實我哋好快，下個星期咧，我哋就下個星期啊，就係到我哋嘅聖誕嘅一個活動啦嚇。咁好快啊，19號。為迎接耶穌聖誕咧，其實我哋需要悔改，呢一個咧都係尋日啊，我哋將臨期主日一個好重要嘅課題。所以今日咧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哋面對罪過，當我哋講悔改、迎接耶穌嘅降生，我哋講緊啲咩嘢？唔知道咧，同學咧有冇試過咧，係有一啲好污糟啊，污糟咗之後咧，你覺得唔靚，然之後咧就話洗乾淨佢啦，同埋咧你想保護佢，譬如你個校服啦。譬如咧，你嘅一對皮鞋啦咁樣，無原罪呢個意思咧，佢就係講呢一樣嘢，就係講聖母喺天主嘅眼中咧，佢係一個好靚嘅嘢。但係事實唔係咁，聖母瑪利話俾我聽，呢個世界所有人都會犯罪，你同我都會，所以喺生活上面咧，太多呢啲結構性嘅罪，冇禮貌啦，唔識尊重人啦，我哋好多嘅啲生活上嘅小節咧，有時我哋冇記錯。希望今日喺無罪之禮咧，唔單止係開開心心慶祝完一啲嘢，而係慶祝背後咧，無罪聖母咧，俾我哋一種好重嘅價值，就係罪我哋一份決心。所以為中學嘅同學，無論小學嘅同學、小學嘅同學、中學嘅同學都好，今日兩個好簡單嘅信息，原罪係會跟隨住我哋嘅人生嘅，我哋好難避免。但係只要我哋有決心效法耶穌基督，我哋真誠去悔改，無論係個別一個兩個嘅罪，或者係結構性嘅罪，靠住我哋嘅努力，我哋都能夠得到歸依，同埋上主咧都會幫助我哋陪伴我哋，同埋咧最後係赦免我哋嘅罪過嘅。但係下再一次宣揚者信仰，你們信天主聖父創造天地萬物嗎？我信。我父深愛世人，派遣他的聖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，由童貞瑪利亞誕生。他為愛我們，甘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，受難致死，又從死者中復活，賜給我們永生。他現在坐在天父的右邊，將來審判國來，審判生者死者。你們信主耶穌基督嗎？我信。
若之決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